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由因的前主席洪秀条到台南市第6选区选立委，甲民进党现任的立委王定宇来拼输赢。表现团结气势，国民党团迎接前主席洪秀条，大家喊加油！加油！国民党！加油！国民党！国民党！国民党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 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由洪秀条代表参选台南市第6选区立委，伫艰困的选区披战袍，伊讲伊唔惊挑战，嘛有拍赢选战的决心。我们不怕接受挑战，也不怕艰困啊！只要我们有心，我们相信我们总是会走出一条很好的一条道路来。 伊的上大对手是现任立委王定宇，2016年的选举以15万3000多票，摕到全国的最高票，展现出强大基层的实力。台南地区用是另外的票仓，选民的结果基本上是6比4。对着国民党派出洪秀条出征，王定宇嘛表示讲，伊会全力赢战。在最后这5个月的大选，每一件事情都非常重要。 明年总统甲立委选举结合，选战一定会加温升悬，竞争咧嘛真激烈。